喂，大家早晨啊！今日係4月28號，咁咧就星期五係5月1號啦。咁即係意味住，即係好多香港人都會有機會又會外遊啦咁樣。咁但係即係正如我尋日所講咧，即係而家搭飛機嘅成本係高咗嘅。咁呢一個即係連燃油附加費都唔講嘅情況之下，即係你冇諗住加燃油附加費有得飛，有陣時都未必有得飛，因為好多航班。即係佢可能佢加嗰個燃油附加費嘅幅度咧，已經遠遠超越咗嗰個機票本身嘅啦。咁所以嚟講咧，有啲航班係索性取消添。你訂咗都取消嘅，莫講話未，莫講話你未訂嘅。所以好大機會咧，今個5·1即係嗰個假期裏面嚟講咧，都好大機會會即係好多人可能會，如果即係好多人會留喺香港又未頂啊，又或者係即係主打仍然都係翻大陸咁樣啦，咁樣情況嘅。OK。咁就今朝想同大家講下啲電飯煲先啦，因為喺即係對於一啲即係我哋香港嘅人嚟講咧，即係飯呢樣嘢咧，基本上係即係不可或缺㗎啦，咁樣咁就所以屋企裏面咧，就算你點都好啦，都有個電飯煲嘅，因為個電飯煲就係喺未有微波爐之前，就係一個萬用嘅工具嚟嘅，就係煲粥啊、蒸嘢啊，咁全部都用晒個電飯煲㗎啦，咁樣。咁所以咧喺香港嗰個生活入邊咧，就基本上電飯煲都係不可或缺嘅。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係即係喺1950幾年之前出世嗰啲嘅老朋友嚟講咧，即係嗰啲老友記嚟講咧，即係你再講柴火煮食咧，就即係問少少㗎啦，咁樣即係好多人都未經歷過。咁但係咧就如果你話講煲法，即係如果以電飯煲喺香港歷史嚟講咧，基本上都係一個幾值得研究歷史嚟嘅。咁所以今日想講下電飯煲。咁講下電飯煲啲額外嘢先啦，因為即係如果你睇《龍珠》嘅話咧，你知道咧，即係笛子魔童第一代笛子魔童嗰個嘅即係天敵就係呢個電飯煲啊！即係呢個龜仙人啊，就用呢個魔風波咧就封起呢個笛子魔童。咁所以咧電飯煲咧喺《龍珠》裏面咧有特殊意義嘅。OK。咁但係嚟講，即係以食飯嘅文化嚟講咧，就香港嘅嗰個食飯係必須要有嘅，甚至乎係一啲即係當然你而家後生一代咧未必嘅，因為好多時因為而家提倡所謂高蛋白嘅飲食，咁有好多人咧已經係唔食飯就食肉類或者食其他類型嘅嘢嗱，咁所以嚟講電飯煲而家咧就冇以前嗰個好即係。已經未必一定，即係喺現代家庭都未必一定係必然有嘅嘢嚟嘅。尤其是如果你住嗰啲蚊型豪宅嘅話咧，蚊型豪宅啊 ，OK， 咁你屋企即係你個廚房可能連電飯煲放唔落嘅話咧，好多時咧，如果你要食飯嘅話咧，你不如去燒味檔度咧買白飯好過啦，係咪先？即係起碼嗰啲飯味都唔差嘅咁樣。咁就如果你睇翻電飯煲咧，而家你哋多數用嗰啲咧，都係啲叫日式新式嘅電飯煲啦，即係所謂新式都有三四十年，即係30幾年歷史㗎啦咁樣。咁如果好似我哋以前，你而家睇嗰啲燒臘檔啊，或者睇一啲舊式嘅電飯煲嚟講咧，就好簡單嘅，基本上就係一個加熱器、一個鐵鍋同埋一個蓋，個蓋咧就可以完全打開嘅，即係唔係有個價位嗰啲嘅咁樣。咁咧就呢種嘅電飯煲咧係相當之耐用嘅，相當之耐用嘅。咁基本上。即係最近有個網民咧，就係將一個40幾年前買落嘅電飯煲係完全未用過嘅話咧，開翻出嚟用都用到嘅咁樣。咁所以舊式嘅電飯煲對於我哋嚟講咧係即係一啲集體回憶啦咁樣。咁你話而家買唔買到啲舊式電飯煲咧都可以買到，不過我諗相信比較難買啲咧，因為始終呢啲電器嚟講佢都有啲潮流啊，或者有啲即係佢係有啲潮流嘅，變咗嚟講。你話照再去買翻個舊式電飯煲嚟用咧，我諗都難度比較高一啲。我唔敢話冇，但係難度比較高一啲咯咁樣。咁就而家用嗰啲叫做鐵蓋式嘅電飯煲嚟講咧，都已經喺香港已經係最少30幾40年歷史㗎啦咁樣。咁以前咧，我哋僆仔嘅時候咧，就見到啲即係啲叫所謂鐵蓋式嘅電飯煲係趨之若鶩嘅。點解咧？因為如果你用個舊式嘅電飯煲就知啦，因為咧即係無論你煲飯、你煲粥定蒸嘢都好咧。你一定咧係會因為個氣壓嘅關係咧，所以就
即係一定會有啲倒汗水啦，就嗶啵到周圍都係嘅。咁尤其是如果咧嗰個電飯煲嗰個內膽咧，如果係鑿崩咗少少啊，或者變咗少少形嘅話咧，咁嗰啲嘅倒汗水咧流咗落去嗰個加熱器嘅部位咧，就喳喳聲咁樣，一個唔覺意仲短到燒 Q 埋啲咁樣，跳埋 fuse 咁樣。咁所以以前咧就嗰個嘅舊式電飯煲點解被淘汰咧？因為揭蓋式嘅電飯煲咧，佢係中間係有個蓋咧，個蓋入邊咧係有個 chamber 嘅。個 chamber 係有咩用咧？就係咧嗰啲水蒸氣喺個 chamber 裡面凝固咗水分之後咧，就喺側根地方咧就流翻出去咁樣嘅。咁然之後咧就剩低少量係不能被凝固嘅蒸氣咧，先至有少量係流出嚟嘅咁樣。咁所以嚟講咧，就嗰啲電飯煲咧就好快就淘汰咗，即係呢種揭蓋式電飯煲咧，好快就淘汰咗，即係一啲傳統舊式完全揭蓋嘅電飯煲㗎啦咁樣。咁咧就嗰個同埋再加上咧揭蓋式嘅電飯煲咧，就發展咗另一樣嘢出嚟，就叫做即係易結式嘅一個嘅內膽啦咁樣。咁咧就變咗咧，佢其實就結咗焦之後咧，就冇咁容易就即係清洗方面就容易少少嘅，即係冇咁容易搞到成個煲底都係焦。即係如果你用過舊式嗰啲電飯煲就知啦，即係個火爐係好難控制嘅，即係你唔夠熱就煲唔起，你熱得滯就變咗咧底就結焦，面又唔熟咁樣嘅。咁所以以前舊式嗰啲電飯煲咧的而且確就即係落水落唔啱咧就會有三級底嘅咁樣。咁但係咧新式嗰啲嘅電飯煲咧，由於佢嗰個揭蓋式嘅關係啦，再加上佢有啲直膠封邊啦，咁所以咧佢喺一個有呢個蒸汽壓力嘅情況之下咧，佢尤其是嗰個揭蓋式嘅電飯煲咧，嗰個比較厚身一啲嘅，嗰個內膽比較厚身啲，咁變咗一個熱力比較均勻啲嘅情況之下咧，就變咗嗰煲出嚟嘅飯咧係冇咁容易三級底啦，亦都冇咁容易結焦黐底啦咁樣嘅。咁所以嗰個揭蓋式嘅電飯煲同埋仲有一樣嘢咧係咩咧？就係佢嗰個係適合小型家庭一啲嘅，即係以前舊式嗰啲嘅電飯煲咧，就佢可以煲我諗即係最細嗰個 size 啊！我講緊即係以前啊30-40年前，即係如果舊式嘅電飯煲咧係能夠係即係最細嘅 size 咧，最少都煲緊5-6個人嘅份量嘅飯嘅嚇，即係細 size 好難買嘅，但係即係一啲揭蓋式嗰啲嘅電飯煲嚟講咧，佢可以即係佢可以煲2至3人嗰個份量嘅。咁變咗嚟講咧，嗰個煲出嚟嗰個份量咧就容易即係適合一啲嘅小型家庭咧咁樣。咁所以咧揭蓋式嘅電飯煲咧，咁其實就已經幾乎係而家市場嘅主流㗎啦咁樣。咁但係咧最近有2篇報道咧就講關於啲嘅揭蓋式嘅電飯煲啦咁樣嘅。咁有幾個 issue 啦咁樣啦嚇，咁我先講咗其中一樣嘢先啦。咁其中一個咧就係話咧，關於呢個嘅塑膠做電飯煲嘅問題嘅。嗱，首先一樣嘢啦，就你知道咧，逢係加熱用嘅塑膠咧，都會有個問題，就係你如果用得耐，你就知嘅，即係就會容易斷膠啊，或者啲塑膠會變脆嘅。OK，包括你嗰個電熱水煲啦一樣啦，即係如果你嘅電熱水煲或者嗰個熱水器嚟講咧，你用得就算幾靚嘅牌子啦，即係最好嘅日本牌子都好啦，即係你用得10年8載咧，你會發覺咧就嗰啲膠就會變脆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喺一啲牌子嚟講冇咁好嘅，咁我唔講邊個牌子啦，即係3-4年度咧嗰啲膠就會變脆嘅。咁所以咧而家其中一篇報道就係話咧，其實而家電飯煲咧，亦都隱藏住一個所謂呼吸道嘅風險嘅。咁佢就話咧，而家電飯煲排出嚟嘅白煙咧，其實佢並唔係一啲純正嘅水蒸氣嚟嘅，而係咧有機會咧係可能有一啲叫高濕度嘅氣溶膠。嗱，咁呢啲所謂氣溶膠嚟講咧，就你可以咁睇咧，就係基本上咧，你要知道咧，塑膠咧都會有一啲嘅喺佢形成嘅時候咧，都會有啲殘餘嘅一啲嘅化學物喺裏面嘅，雖然未必太高啊，咁但係嚟講嗰啲殘餘嘅化學物嚟講咧，喺一個長期高溫嘅情況之下咧，都會係令到呢啲嘅
殘餘嘅化學物咧係有機會咧係喺嗰個蒸氣裏面係出現嘅咁樣。咁所以嚟講咧，而家嗰個嘅有啲嘅專門研究即係呢啲叫做電飯煲嘅人啊，甚至乎台灣咧講埋啦，即係台灣有個胸腔內科嘅醫生咧就係講咧就咩咧，就係佢講就係話而家嗰啲嘅電飯煲咧雖然係冇油啦，但係噴出嚟嘅白煙咧係有機會有高於呢個即係會造成一啲空氣裡面嘅懸浮粒子嘅，尤其是如果啲塑膠係變脆啊，然之後有裂紋啊，因為佢變脆之後佢會收縮，有機會會產生啲微塑膠嘅話咧，咁亦都有機會嗰啲白煙裡面都會有一啲嘅微塑膠粒喺裡面嘅，咁所以都會有機會咧係長期黏附咗喺嗰個呼吸道嘅黏膜裡面啦，嚇咁變咗嚟講造成一啲肺部嘅疾病咁樣嘅，嚇咁呢個就需要留意啦。所以嚟講咧，啲電飯煲如果你見到啲塑膠咧係開始有啲老化或者舊化嘅話咧，其實就呢個都係一個安全嘅一個警號嚟嘅嚇。記住咧，等啲塑膠唔能夠無限任用嘅，等於有啲人咧，佢見有啲即係譬如你買嗰啲飲品咧，尤其是能量飲品咧，即係你見到佢個樽咧幾厚身咧，咁你其實你諗住好環保啦，跟住然之後咧重複咁使用咧，咁其實嚟講咧，無論嗰啲嘅即係無論個膠樽做得夠幾咁精緻或者幾咁厚，或者表面上幾咁襟用都好啦，嗰啲叫做即棄式嘅塑膠嚟講咧，佢始終咧都係唔防刮嘅，唔防刮嘅，即係話你用得佢多，你譬如話你好簡單啫，你而家諗住就係買支能量飲品翻嚟，然之後咧入啲水落去，咁你就熬佢咁樣，咁其實你咁樣熬佢嘅時候咧，啲水嘅衝擊咧都會令到咧嗰啲塑膠表面嘅微膠粒咧都有機會甩出嚟。咁所以之前我都講過咧，即係而家譬如話有啲地方咧，佢大腦裡面咧發現嘅微塑膠粒係比較多嘅原因係咁解咯。所以譬如話啲電飯煲咧，嗰啲塑膠用得一段長時間之後咧，如果你發覺嗰啲膠邊變脆啊之類嗰啲嘢咧，坦白講，即係啲電飯煲唔好貴嘅啫，即係除非你買嗰啲黐 Q 線嗰啲七八，我講真，有啲電飯煲而家賣緊係7、8千蚊過萬蚊一個電飯煲都有嘅，咁嗰啲就係另一種嘅。有時間再講咧。總之就係嗰啲塑膠咧就變脆嘅話就冇用啦。另一個就係安全隱患嘅咩咧？就係你發覺封邊條膠條啊，封邊嗰條膠條咧其實係一啲直膠嚟㗎嘛。咁直膠咁你諗下直膠咁腍嘅話，多數都會係有啲 plastic sizer 或者 elastic sizer 一啲嘅叫做軟化劑咁樣嘅。咁所以嚟講嗰條膠邊咧，咁當然啦，即係譬如話你如果買日本嘅牌子嘅話咧。嗰條膠邊咧係可以另外買開嘅 ，OK， 係可以另外買開，你未必使即時換嘅。咁所以譬如好似我有時啲小朋友嗰啲咧買，即係嗰啲嘅保溫水杯、水樽嗰啲咧，通常嚟講佢係有 parts 賣嗰啲咧，嗰條軟膠邊係最好就係你留意下，如果發黃啊、變硬啊、漏水啊嗰啲咧，最好就睇下訂翻嚟換咗佢啦。即係我諗日本人喺呢方面就比較幼細啲。即係佢會有啲 parts 係俾你買嘅，尤其是關於啲封邊嘅軟膠嗰啲咁樣咯，咁樣嘅。所以如果你用嘅電飯煲，記住啦，就係嗰啲煙嚟講咧，記住唔係純粹蒸汽咧，有機會可能係含有一啲嘅塑膠嘅一啲嘅殘餘嘅一啲嘅化學物啦，又或者係有機會咧，可能係啲膠老化嘅情況之下咧，係會變成一啲微塑膠粒咧，係透過蒸汽咧係漂浮喺空氣之中嘅。咁呢個係其中一個電飯煲嘅安全隱患咧，咁樣嘅咁另外一個嘅安全隱患咧，就係關於呢個嘅電飯煲嗰個內膽嘅。咁你要知道啦，咁個電飯煲嘅內膽咧，好多時都係叫易結鑊質地啦。咁好多時而家好多時都話咧，嗰啲易結鑊嗰啲 coating 咧，咁如果甩咗嘅時候咧，係會有致癌嘅可能嘅。嗱，咁其實咧，如果你之前有聽過我 live 都講過啦。其實咧，即係而家嘅易結鑊質地咧，叫 PTFE 嚟講咧，咁佢個熔點佢熔點係要去到350度嘅。咁但係一般嘅電飯煲咧，就坦白講去唔到350度嘅，100度我都覺得悶悶地㗎啦。通常嚟講，電飯煲嗰個嘅煲滾嘅溫度咧，大概係圍繞住90至95度咁上下啦，即係好少去到100度。因為如果100度咧，佢嗰個內部嗰個壓力會好大，因為你倒咗水嘅溶，你倒咗水嘅沸點啊嘛，
咁變咗嚟講咧，去到100度咧，嗰個壓力會好大。咁你電飯煲個結構咧，佢未必能夠承受到嗰個水蒸氣嘅壓力嘅，所以電飯煲嗰個嘅嗰個最高嘅溫度大概你預咗100度樓下，大概95度左右。咁所以你譬如話睇嗰啲你而家買嗰啲暖水壺都係一樣嘅，即係你好少啊，佢當然煲到100度俾你啦。咁但係咧佢一到100度之後咧，佢就會進入呢個保溫模式，通常就係 keep 喺90度或者95度嘅。咁因為如果你保持住100度沸點嘅咧，就不停有水蒸氣咧，嗰個壓力係好大，就反為係會有啲危險嘅咁樣。咁所以咧，譬如話你而家第二個安全隱患就係 PTFE 嘅話咧，咁基本上就唔使太擔心嘅。唯一就擔心就咩咧？如果你見到個內膽咧係開始有啲嘅剝落嘅話咧，裡面嗰層金屬咧就真係毒啲啦咁樣。咁就因為即係嗰啲金屬就會毒一啲咯。咁所以嚟講，反為層 coating 咧就唔係咁擔心嘅，因為佢去唔到350度，就算滾油都去唔到嘅，滾油大概220度至240度左右個沸點。咁所以易結鑊，你話即係攞嚟炸嘢成嗰啲都唔會好危險嘅。記住最危險咧，反為係易結鑊嗰層 coating 下低嘅層金屬就危險啲嘅。OK，咁呢個將來有機會再同大家講一啲一啲嘅所謂不鏽鋼嘅問題啦，因為合格嘅不鏽鋼其實係少一啲嘅嚇。OK，唔合格不鏽鋼係會有毒，係會長期使用係會有毒嘅。OK，好啦，第三個安全隱患咧，其實就係好多人都會有呢個情況嘅。點樣咧？就係煲起煲飯，即係咧可能係基於家庭運作嘅原因啦。咁就係煲起煲飯之後咧，咁比較好嘅情況或者比較理想情況之後咧，就晨早咧就煲定煲飯之後咧。咁就可能係譬如可能晏晝4、5點煲定煲飯先，然之後咧到7、8點咁就一家人開飯嘅時候咧，就工人又好或者係負責煮飯嗰個爸爸或者媽媽都好啦，咁煮完飯之後咧就即刻就有飯食咁樣嘅。嗱咁啊喺咁嘅情形之下咧，咁樣嘅喺一個譬如啲飯煲起咗，然之後 keep 住溫度幾個鐘頭嘅情況之下咧，會有啲咩安全隱患咧？嗱，記住一樣嘢啦，其實就算你啲白米買翻嚟咧，係幾咁靚都好啦，就算日本白米我都咁講噶，就係記住咧，嗰啲米咧好多時就算佢用真空處理或者係甚至乎紫外線處理過都好啦，佢都唔能夠確保咧嗰啲米咧係完全100%係無菌。或者係冇一啲嘅微生物，或者甚至乎昆蟲嘅。譬如話嗰啲米入邊有谷牛咁樣講啦。譬如谷牛呢種嘅昆蟲嚟講咧，譬如話佢譬如話你打晒嗰啲嘅谷粒上面嘅殼，咁然之後咧，你發覺只要你嗰個米即係一開個米袋就冇真空噶啦嘛，再放入米缸嘅時候咧，咁佢接觸到空氣同埋有水分之後咧，嗰啲米吸收咗水分。你就發覺開始有谷牛噶啦，因為啲谷牛本身就已經喺個形成即係個稻米嘅時候咧，已經係嗰啲谷牛已經係喺嗰粒米入邊已經產咗卵噶啦嘛。咁所以咧，亦都係你平時嗰個打谷過程裏面咧，你都唔能夠確保係冇呢個嘅谷牛嘅卵嘅咁樣。咁所以嚟講咧，就有啲研究就話咧，其實我哋食嗰啲白米裏面咧。其實咧，講真，你除咗話基因改造嘅基因之外咧，咁其實你係好難避免到咧，係會有其他昆蟲嘅基因嘅咁樣。咁你有冇其他菌咧？咁當然有機會有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譬如話你煲完煲飯之後咧，你隔咗4、5個鐘頭先開始食咧，就其中一個安全隱患咧，就變咗你係繁殖緊細菌啦咁樣嘅。因為咧電飯煲嗰個溫度咧，大概係維持喺60、70度左右啦。咁就如果嗰嗰啲嘅你要知道啦，即係你譬如你發熱器個底度，你嗰個飯面咧，你咁樣嘅，你嗰個電飯煲喺保溫模式嘅情況之下咧，佢嗰個溫度嗰個 heater 咧係大概60至70度到噶嘛。咁但係咧，如果你想象下咧，就係你個 heater 就60、70度啫，但係你個飯面冇60、70度噶嘛。尤其是你得閒嚟揭下蓋啊，睇啲飯有冇乾到啊，又或者夠唔夠熟嘅話咧。咁其實個飯面嘅溫度咧，可能係冇60、70度嘅，可能係得40、50度啊，或者係更加低都唔定啦。
咁喺呢個時候咧，例如嗰啲嘅金唔好彩啊，即係啲水唔係咁乾淨啊，或者心唔係咁乾淨啊，或者啲菌唔即係總之有啲唔乾淨啦咁樣。咁咧就嗰啲金黃葡萄球菌啊，或者沙門氏菌咧，就會喺飯面度咧係會特別容易生嘅。嗱，所以嚟講咧，你煲完飯之後咧，你隔幾個鐘頭先食咧，尤其是揭嚟揭去啊，又揾個飯著滗下又再冚翻埋啊，咁又焗幾個鐘嘅話咧，的而且確咧，就算啊你嗰個飯著係冇掂到口水都好啦，掂到口水仲衰啲添啦，係咪先？咁咧就都會有機會引起呢個腸胃炎啊，或者肚痛嘅咁樣。嗱，咁當然咧，頭先我所講咧，就係你個電飯煲咧，除咗攞嚟煲飯之外咧，好多人咧都會喺煲飯嘅過程裏面咧順便蒸餸嘅。嗱，蒸餸嘅情況裏面嚟講咧，咁亦都要留意就係咩咧？之前都講過啦，例如喺蔬菜入面咧，有啲嘅硝酸鹽，咁喺佢長期喺個保溫情況，譬如好簡單，你焗住兜菜喺嗰個電飯煲裏面，你仲揾個蒸架晾起碟菜，咁你下低60-70度，飯面係40-50度咁舉例，咁啊再上面嗰啲可能係得40度到嘅啫咁樣，咁喺咁嘅情形之下咧，啲細菌係好活躍噶嘛。咁佢有機會咧，係將一啲嘅硝酸鹽咧，係變成亞硝酸鹽咧。咁再經過個胃嘅 processing 或者經過胃酸之後咧，就會變由亞硝酸鹽咧，就變成亞硝胺。咁呢樣嘢咧就會變成同肝癌、同胃癌、同食道癌有密切關係嘅一種嘅一級致癌物嚟㗎啦。咁樣嗱，所以嚟講咧，用電飯煲咧，你必須要有幾樣嘢係需要係留意翻一啲衞生嘅死角嘅嗱，例如譬如話你如果佢屋企仲係用緊嗰啲好舊式嘅電飯煲，咁啊恭喜你先啦，因為佢好容易清洗嘅，因為佢冇乜暗角位嘅，冇乜暗角位嘅。咁但係譬如話啲揭蓋式嘅電飯煲嚟講咧，你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係啲膠邊啊，其實你每日最好咧就係即係我即係唔知點樣，即係有啲即係其實最好就每日咧就係嗰條膠邊咧都係即係除出嚟清洗下啦咁樣啦。因為咧其實咧如果尤其是頭先所講啦，即係如果你譬如話你嗰電飯煲完之後咧，有陣時咧佢嗰啲飯咧都會有啲 bubble 走出嚟啊嘛，啲 bubble 咧都會有碳水化合物噶嘛。咁呢啲 bubble 碳水化合物咧谷咗上去個蓋上面嗰個 chamber 度嘅時候咧，咁你知道啦，即係有碳水化合物，即係有機會發毛啦，係咪？咁所以咧，其實嗰啲揭蓋式嘅電飯煲個蓋咧，嗰條膠邊啊，或者甚至乎嗰個嘅蒸氣俾佢結成水分嗰個 chamber 咧，其實係需要經常清洗同埋係即係嗰條膠邊經常清洗嘅，甚至乎需要更換嘅咁樣咯。咁另外嚟講咧，就洗即係嗰個洗嗰個電飯煲嘅時候咧，咁當然咧最好就用海綿洗啦，你冇鬼用紗布啦，係咪先 ？OK， 咁同埋嚟講咧，最緊要就係嗰個嗰啲抹布啦，嚇，尤其是即係之前都講啦，其實咧我覺得我人生裏面咧最 Q 憎就係嗰塊百潔布同埋呢個碗布嘅，因為你理性上就知其實嗰塊碗布同百潔布咧，其實你擠出嚟嗰啲嘢咧好，你聞即係好臭噶嘛，大佬，即係我所以咧洗碗之前咧，大家最好點樣咧？洗電飯煲洗碗之前最好點樣咧？嗰塊百潔布咧，或者係嗰塊碗布咧，即係最好揾啲滾水淥一淥然之後先好用咯。即係如果唔係咧，即係你攞塊污糟嘅百潔布同碗布洗電飯煲同埋洗廚具餐具嘅話咧，其實我諗嚟講，即係都係即係增加呢個食安，即係呢個食安風險㗎啦，咁樣咯。所以記住一樣嘢咧，就係即係你而家電飯煲嚟講咧，即係尤其是而家現代人食飯越嚟越少嘅情況之下咧，你會發覺個電飯煲 hea， 即係煲咗1-2次飯，或者2-3日先煲一次飯咧，其實嗰啲窿窿罅罅嗰啲，即係養菌空間其實幾多嘅，講真，即係致癌咧都未即係致癌都未至於最高風險。我而家發覺根本上即係個食安風險係最高嘅電飯煲而家，所以嚟講咧就啲廚具嘅清潔咧就大家就需要留意一下啦。OK， 好嘅，好啊，咁啊今日就電飯煲講完啦，咁啊講即係一啲
一啲叫做一啲心理學或者係關於一啲即係銷售嘅心理學嘅嘢啦，就係、有陣時咧，譬如話好似我自己即係從事保險業嚟講咧，或者睇一啲心理學嘅一啲嘅文章嚟講咧，呢個世界有樣叫三揀二理論啊嘛，或者三中二嘅理論啊嘛。嗱，三中二嘅理論咧就係咩咧？如果你睇一啲文章咧，就係、如果關於一啲嘅購物咁樣講咧，呢個世界冇平靚正嘅，平靚正係永遠 achieve 唔到噶嘛。呢個世界平靚就冇正，平正就冇靚 ，OK？ 或者平或者係靚正就冇平。嗱，呢個世界咧，你發覺好得意嘅。如果你人生裡面有任何想追求嘅嘢嘅話咧，你試下列舉3個你追求呢樣嘢嘅原因嘅話咧，你會發覺你永遠只能夠 achieve 到2個嘅啫。因為咧，當你列舉3個原因你要追求呢樣嘢嘅話咧，你會發覺通常嚟講咧，你3個條件裡面咧，只能得2個咧係可以滿足到嘅條件嘅啫。例如係咩咧？如果講男女關係咁樣講咧，講男女關係咁樣講咧，有錢專一靚仔，即係有錢專一靚仔，或者有錢專一靚仔。嗱，永遠都係咁樣噶。有錢專一就唔靚仔，有錢專一就係有錢專一靚仔。總之3樣嘢3揀2嘅啫 ，OK？ 即係有錢專一就唔靚仔，有錢靚仔就唔專一，專一靚仔就唔有錢，即係你3揀2嘅啫。嗱，例如男人要求女人係咩咧？就係照顧好家庭，靚女同埋呢個出面能夠可以即係幫你揾到，即係可能負擔到家庭負擔，又係3揀2嘅啫。嗱，所以嚟講咧，有陣時我哋做人咧就係如果你有嘢想追求或者想買嘅時候咧，其實你如果你列舉咗超過3個原因嘅話咧，你要知道咧，如果你追求3個原因或者以上嘅話咧，通常你都係唔會成功嘅。嗱，例如譬如好似買保險咁樣講啦，買保險鐵三角係邊鐵三角？你係永遠係完成唔到咧。第一，保障高，唔係保額高；第二就係保費平第三就回報高。其實係冇呢個保險產品嘅係冇啲保險產品嘅。保險鐵三角講一次，就係保額高、保費平同埋回報高。你係冇可能係同一時間3個條件係滿足晒嘅。你只能夠係選擇其中2個嘅啫。OK 嗱，例如有啲嘅儲蓄產品回報高回報高，保額高，但通常保費都唔會平噶嘛，唔 make sense 啊嘛，件事係嘛？又例如咧，有啲嘅儲蓄產品，有啲人壽產品係點樣咧？就係人壽額高，唔係有啲客嘅要求咁樣嘅，人壽額又要高，保障價值又要高，回本期又要快，但又係俾唔到你嘅。所以咧，譬如我哋即係喺個銷售嘅心理學裏面嚟講咧，或者喺個銷售嘅渠道裏面嚟講咧，你要知道你從事即係如果你打工就可以將呢一橛 skip 咗佢啦。但係如果你係做生意啊或者做銷售啊嚟講咧，即係如果你個客咧係提出3個以上嘅要求，而佢一定要你俾晒佢嘅話咧，你預咗呢個deal 你係做唔到嘅，你係預咗做唔到嘅係。呢個世界你係永遠係唔能夠完成到3個嘅要求嘅，3個以上要求係好難達到嘅。即係尤其如果你去到4、5、6個要求嗰啲，我就勸你就唔好招呼佢。因為如果一個人咧就對我唔係講緊醫療啊，一個人如果對另一個嘅服務提供者或者嘅商品提供者咧係
係提出3樣以上嘅要求係同一時間嘅話咧，咁基本上呢啲人我唔係話服侍唔到嘅，梗有人服侍到嘅，但係就即係能夠提供到呢種程度嘅嘢就比較少一啲咯，就咁樣咯。咁當然咁就所以嚟講啦，就有陣時啦，有啲朋友咧就即係向我提出一啲嘅專業服務嘅時間裏面嚟講咧，即係我有陣時會即係作出拒絕嘅原因就咁解咧，因為當佢要求嘅嘢發生一個咁嚴重衝突嘅時候咧，基本上呢啲人你係服務唔到佢嘅啦，已經咁樣。咁今朝時間差唔多啦，咁聽日再同大家分享過，拜拜。